刘翔，你只有好好训练，你才可以有前途。有前途。那个时候没想过什么，只是想过能够，自己练得好一点，就是对得起自己就好。没有想过拿什么全国冠军啊，拿什么亚洲冠军啊，都没有，根本就没想过什么奥运会、天方夜谭。但是那时候就潜意识当中觉得，那个一定要在吃体育这口饭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努力。我觉得我有这个天赋，不要浪费。因为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，不知道那帮老外跨得怎么样，但是当我和他们比下来啊。不过如此嘛。没问题了，稳了。就是拿这个去找那个裁判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还会说原来如此吗？这是我编的。那个时候在洛桑，那感觉就是傻笑了3天，不知道在干嘛自己。怎么傻笑呢？就自己躺在床上朝着天花板，哈哈哈。但是你第一次到智利去比赛，第一次跟其他国家的包括欧洲和非洲的这些人在一个起跑线上，那个时候你还是会紧张的，对吗？紧张肯定紧张，因为心里没有底嘛，因为不知道对手的水平怎么样，因为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，不知道那帮老外跨得怎么样。但是当我和他们比下来啊。不过如此嘛。对啊，一个个牛壮的，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老外好像这个都比我肌肉很厉害，对，腿又粗，腰又圆头颈好像跟头一样粗，都一样粗的，对，很好玩。但是他们第一次看到亚洲的运动员跟他们一样进入决赛，会不会也流露出一点诧异的神情？对啊，他们就会这个家伙哪里来的？肯定会有惊讶嘛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进过决赛嘛，就青年比赛也没进过。你感受到过歧视吗？肯定会有，他通过什么样的表现方式让你能够感觉到？因为他们就看他们的他们的眼光就是我就是老大，就是不太管你的。其实我后来当时不太理解他们，现在。比较理解他们，因为现在我也是这样。你也是这样。没有，因为一个运动员的状态就是这样的，在场上，我就是老大，我就是第一。他不可能做很多的修饰和包装，对吗？他是很直的一种心理的感受哈。有一次这个你的成绩这个差一点被取消。对，当时是2002年的时候参加室内的欧洲巡回赛。当时我进决赛了嘛，我左边的那一道第一道是美国人，当时是他敲了篮，他摔倒了，我是跑了第2，但是后来大屏幕上显示我是 didn't finish， 就是中途退出，意思。后来我很气愤，我也不会，当时我也不会说什么。我也不会找你怎么办？我也不能上去说上海话，只会简单的那种专业术语怎么，我不太会说我就说是怎么搞的，我就指大屏幕，我说我是第2，你怎么搞的？对，我第2。后来他也听不懂我意思，还好我就稀里糊涂的，当时很气啊。当时我教练坐在下面，他正好拿个 DV 机帮我所有的比赛都录了下来。后来我们就没问题了，稳了。就是拿这个去找那个裁判长裁判长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就这。他还会说原来如此吗？这是我编的。田径赛场上的直道短跑项目，近100年来都是黑人选手的天下，以至于亚洲人自己都接受了所谓的人种论。所以当时初出茅庐的刘翔，最开始的梦想也许只是拼一个全国冠军，但这份小小的野心，却在他第一次战胜了亚洲跨栏王陈彦浩之后，使了实实在在的膨胀。在我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人是我的面临挑战，面临一个对手，一个坎。所以你赢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对手就是你的大师兄，老师兄，陈彦浩。陈彦浩，对，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刚刚进队的时候，看他那个走路的那个样子，我就悄悄的和我爸说，因为我爸那个时候来接我嘛，我就说爸爸，这个就是陈彦浩，跨栏冠军、全运会冠军、亚洲冠军，很厉害的。你看他那个样子，真有王者的气度，走路起来。他走路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反正头一扬，胸一抬，像一只骄傲的公鸡一样的。你走路是什么样子？我现在走路还好，比较正常一点。
所以那时候他也是你心目中一个很崇拜的对这样一个前辈了哈。感觉超越他真的很难很难，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很难的想法，我觉得到2001年整个变成了现实。第一次赢他是我跑13秒42，他跑13秒47。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刘翔真的很有希望，有戏。这一场在宁波嘛，第一站，第二场在上海，就1个星期之后在上海，我就感觉他的亲朋好友、他的队友、他所有的朋友都来了，他的教练、他的启蒙教练，我的教练、我的启蒙教练，我家里的所有亲戚还有我的 PK 的感觉吧，真的是是吧？当时我就感觉我们的跑道旁边都是人，站得密密麻麻的，都是来看我们比赛的。因为那个时候就感觉，上海出了一个刘翔，有的就讲18岁老黑啊，老黑啊，对吧？很厉害的意思，就很行的，就是让看看我们就是这个龙虎斗的意思。对。你那时候心里紧张吗？紧张，绝对紧张。那个时候你紧张的时候会怎么样？那个记忆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，因为很值得回忆。我紧张时候就是会手发抖。就手撑在地上会抖吗？没有，就是站着也会抖。对，我还是能够控制自己，对，说明我的状态很好。那个时候站在跑道上的感觉，我是第5道，我师兄是第4道，对，他们刻意把我们2个分在很近，我就感觉我浑身那个时候就充满了力量。这场比赛，而且我的父母也来了，我一定要表现给他们看，我的实力。对。说到哪？说到那一天，说到那一天，你是一路领先吗？没有，从起跑开始起跑他是快。起跑我们一直一样，一直在并。就感觉那个声音那个大家都是一样，就一起跑出去，就我们俩在前面，旁边6个人，就我的右边3个，他右边3个，就觉得这就被我们一下子落在甩到后边啊。对，一下子。你说你们俩跑步的声音都一样，节奏都一样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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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就是节奏和过栏那种声音，敲栏的声音，都在里面。对，所以说那种每过一个栏的刺激感，每过一个栏的想赢你的那种感觉，都在里面，都在心里面，都在感觉里面，都在平时的训练当中。对，这个时候就是你临场发挥所需要的。最后你快了多少？因为我的后程比较好，最后快了0.05。对。那个时候我晚上我还看新闻呢，因为跑好之后不知道什么，就是稀里糊涂的，就是拿冠军，太兴奋了那个时候。晚上看新闻才看到我原来是这样赢他的，我压线压得太猛了，之后我吼了一声真的用力吼了一声，我就感觉真的好像很有这种雄性的时候，让你们看看我刘翔到底有多少重。随着刘翔的速度一起飙升的是他囊括的一个又一个冠军，打破的一项又一项纪录。而在国际顶级赛道上，他那几近完美的奔跑节奏，也让黑色军团着实领教了一番黄色革命。听说很多选手跟你比的时候会被你把那个步伐给带乱了。因为我的节奏特别快，只要他们前面没有耍我太多，前面跟我一样，像那些老黑爆发力比较出色的，前面只要跟我差不多，你后面一定比他们快，这种已经是规律了，就像我每次比赛像那